中选会对2001年开始就和台湾设计研究院合作来美化台湾的选举。美化的意思就是讲，互选举公布投开票所的这指示牌，到今年的总统电视政见发表会，拢加入这美学的美感。用同款的色水甲编排，未来会推出新型的灯票计经，互严肃的选举增加一寡美感。 总统大选已经真晚，但是无讲大家可能无发现，讲过去的选举公布票地较无影目，伫咧编排嘛较钱，但是自2001年公投公布开始，都用新的设计，互民众较好读。原来这个改变是来自中选会和台湾设计研究院共同讨论了后的版本，当然整体的色调嘛有一寡微微角角。 秉持中性跟客观，所以在颜色上的选择上，我们就避免任何的政党色彩。从选票，从所有的资讯，从所有的内容，包括电视的发表会，基本上是一个中性的色彩。为着要互严肃的选举嘛，通有一寡美感。中选会表示，若是选举公布，当然选务人员的甲投开票所带的选举告示嘛，和过去真无共款，用直观佮符合现代美学的理念重新设计。正月13号，我们还择定了一个投开票所会来试办新式的圈票处，也就是遮屏。内装它是这个稳重的，不会影响到选民辨识，反而可以让选民做好更快的这个决定。选举是台湾民主社会的日常，中选会自2001年开始，就和台湾设计研究院合作，陆续做出一寡改变。设计院强调，提供选民好读的选举资讯、调试，甚至透过空间改造，都是希望会当让选民感觉投票这件代志，唔免这么死板，嘛会当有一寡美感。记者林晓凯台北报道。